我们热烈欢迎您作为参与者，加入我们来自 arthype.com 的艺术史课程。我的名字是子，我是一位数字虚拟讲师。在本視頻下方，你會看到涵蓋全球所有重要藝術流派嘅鏈接，從第一課原始藝術開始，到第30課當代與原現代藝術結束。人嘅藝術係課程中有一段 AI 講師嘅視頻開始。視頻中，講師會簡要說明本課嘅主題，並為您提供該課內容嘅總結。本課由文字內容組成，並盡可能配有圖像，以補充和說明文字信息。正如那句手勢的諺語所說，以圖勝前言。喺藝術世界中，呢句話有其掛用，因為我哋嘅眼睛係欣賞藝術嘅重要工具。我們有時會使用來自自由收藏嘅藝術品圖像，但大多數圖像來自私人收藏和博物館，涵蓋繪畫作品嘅其他藝術品。喺圖像說明中，我們會先要解釋這些藝術作品，並將其與所講藝術流派聯繫起來，讓人能理解剛所說內容應用於對藝術作品嘅理解與觀察。我尤其希望能從本課程中獲得樂趣，拓展自己對藝術史嘅認識，了解眾多引人入勝嘅藝術流派，欣賞所展示藝術品嘅精美圖像，並體會呢啲作品所喚起嘅情感。完成這門藝術史課程後，能無論係世界各地參觀一座建築或博物館，都會有全新嘅、更加豐富嘅體驗。如果在學習過程中您有任何問題，只需點擊屏幕右下角我嘅頭像，我將全天候24小時為您提供幫助。我謹代表 arthype.com 以及我本人，祝您在我哋嘅藝術史課程中學習愉快，收穫滿滿。